妹平安。上次在这里带领大家聚会的时候，我印象很深。我一结束赶快就跑，很抱歉，因为我另外有一个聚会在大道场金池道，我以为我们这边是国语礼拜是11点开始，所以我跟他们讲说，12点你们等我个20分钟我就到了。我想11点半哦，这吓死我，所以很抱歉上次没有跟各位打招呼，很快就冲出去啊。非常抱歉。那今天我要通过我们所读的圣经，跟大家来思考一个，我觉得当个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当个无名的传道人。那今天的这段经文其实也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我们读起来好像平凡无奇，可是这是一个教会怎么会在我们知道开始彼得啦，或安德烈啦，约翰啦，这些都是犹太人。耶路撒冷教会也是犹太人组成的教会，但为什么会变成有外邦人的教会？有安提阿教会，有罗马教会，有帖撒罗尼迦教会，有腓立比教会，然后一直传到后来有这个法国的教会，有英国的教会，有美国的教会，甚至于到台湾有建成教会。这个故事是怎么来的？这个故事要从今天所读的经文开始。怎么由一个犹太基督徒组成的教会，变成一个非犹太基督徒组成的教会？这个历史，这个过程是怎么来的？我们今天的经文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那我分3个阶段跟各位说明啊，怎么从一个犹太人为中心耶路撒冷的教会，变成以外邦人为中心的安提阿教会？那保罗传出去，进入欧洲，进入帖撒罗尼迦，进入腓立比，进入甚至最后到罗马，然后条条大路通罗马，然后传到其他的地方。那这要从我们使徒行传第8章第1到第5节开始。你们有圣经可以跟我一起翻圣经，没有圣经你们就听我来读就好。使徒行传第8章。我这里要念第1节到第5节，请各位有圣经的请各位看，没有圣经的请听我读。第1节，从这日起，从这日就是司提反被人用石头丢死那一天，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犹太人为组成的教会，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司提反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常害教会，进个人家，拉着众人下在监牢里。我们看到第12节，12节这样记说：及至他们信了腓力所传上帝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都受了洗。对不起，我刚刚应该念到第5节，我只念到第3节哈。第8章第1节跟第3节，我们看第4节。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第5节，请注意看，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然后接着我刚刚所读的，就连男带女都受了洗。撒玛利亚的人开始受洗信耶稣了。那撒玛利亚人受洗信耶稣这个故事是一个 long ago 的故事。主前8世纪，我们知道犹太人后来分成南北2国，你们读主日学都读过。那北国亡于哪个时代？主前8世纪。那在2河流域，就是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那个地方，形成一个大国，那个大国叫亚述。亚述在主前8世纪就把北国亡掉了。那亡掉以后，他想一件事情：这些人如果还永远住在他们的家乡，脚踏着家乡的土地，这些人永远会想复国。那怎么办？怎么把这些复国的心永远把它拿掉？他想了一个办法，把北国人搬到别的地方，把别的地方的人搬到北国来，你们就变成无根的浮萍，脚下的土地不是你们的故乡。但你要知道，一个地方你要把所有人迁走是不可能的。
当时迁走几乎是祭司啦、文人啦、会拿笔的啦，那些统治阶级搬走。一般平民有的躲起来的，有的身体残障的，还是留在那个地方。这些人后来跟别的地方进来的人通婚的。那这些通婚的人，后来从南国的角度来看，这些人血统不纯正，就把他们称为什么人？撒玛利亚。这个撒玛利亚人从南国的观点来看，是有一点讥讽讥刺。那台湾人来讲，十斤啊，撒玛利亚人就是那个意思啊。你们这个血统不纯正的，安拉口，安拉口现在我们听起来是很好听的，混血才漂亮。可是当时混血是一种，他一个十斤啊，很难听啊。南北国王与主权那个8世纪，南国王与主权6世纪，因为巴比伦后来被另外一个这个亚述被另外一个帝国拿下来，那个另外一个帝国叫做巴比伦。那巴比伦的主前6世纪587年的时候，把南国灭亡，把耶路撒冷城破坏掉，那么把南国，台湾来讲有样看样无样，自己想嘛。他想说前一个帝国的人，为了让他们忘记他们来自哪里，就把那些人，诗人啦、贵族啦、祭司啊，通通带到别的地方去，把别的地方人搬到那个地方来。不过这一次啊，南国人坚持要做犹太人，不跟别人混血。你们如果去读诗篇，你们就可以看到诗篇137篇，那一篇诗就是被抓到巴比伦河边的人他们写的诗。那一首诗里面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然后有一帮人要他们唱一首故乡的歌，唱一首耶路撒冷的歌。然后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怎能在异乡唱耶路撒冷的歌？我如果在异乡唱这个西安的歌，宁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忘记怎么弹琴了，宁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我不会讲话了。那诗篇137篇是在那样的情境下写出来，他们叫巴比伦河畔，一追想西安就哭了，想到故乡我都掉眼泪了。好，巴比伦也不是天天过年，过了没有多久，被另外一个王国把它拿下来，另外王国叫做波斯。那波斯就采取一个比较怀柔的政策，所谓怀柔的政策，意思就是说它比较温和。那他就发现说，在两河流域怎么有东西南北人都来到这个地方？就问他们说：“你们来自哪里？”有人说我们从那里来，有人说我们从北边来，有人说我们从南国来。这个国王就问他们说：“啊，你们想不想回去你们祖先所住的地方？耶路撒冷城，南国犹太人说我们要回去。这个要回去记载下来的内容就是旧约圣经尼希米跟以斯拉整个的背景就是这样的完成。你们记得尼希米是当王久正的，有一次在王的前面倒酒的时候，满脸愁苦。王说：“啊，你今天是发生什么代志啊？”没有，我听说我故乡城门被我焚烧，圣殿这个被毁坏。啊，你想不想回去？我想啊，这样就回去了。记下来就是尼希米记下来就是以斯拉。好，南国人回去了。我们发现，在这样的过程中间，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当南国人回到南国的时候，他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重建圣殿。北边的撒玛利亚人，他们也记得他们的祖先是信上帝的，他们也派人来跟南国回来的人说：“拜托我，共同参与。你盖主殿，我盖副殿，好不好？”南国人说 ：“No， 没有你们的份，你们血统不纯正，不让你们参加。”这种拒绝刺他们的心。南北分是政治的分裂，结果北国人回去以后没有多久，算了，你们既然不让我们回到锡安山敬拜上帝，我们再往北方的一个基利心的山上另立一个崇拜中心。我们也拜上帝，不过我们不认为拜上帝的地方一定要在耶路撒冷。所以记不记得约翰福音书，耶稣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讲话，那个撒玛利亚妇人
坐在基利心的山下，碰到耶稣，他怎么说？我们祖宗说要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该礼拜的地方在耶路撒冷，记不记得？耶稣在那个情境之下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敬拜上帝的地方不是在哪个地方，在什么？在心灵和诚实。那句话在这样的大背景里面出来的，你就可以知道，我主学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说，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没来往，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无往来，无往来了。我们也不用写去记那样子的话。好，我们发现耶路撒冷大受逼迫，危机反而变成转机了。那耶路撒冷教会就四散了，因为政府在逼迫你不能聚会啊，这些人就四散了。这四散反而是把福音传出去了。我们刚刚没有念哈，我们回到使徒行传第8章，我们看到7个执事中间有一个执事叫腓利，他跑到哪里？跑到撒玛利亚，跑到撒玛利亚就传福音给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我们刚刚念的那个圣经里面这样说，12节，其实他们信了腓利所传上帝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都受了洗。这是撒玛利亚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发现说，以犹太人为主的教会，当他们受了逼迫以后，他们分散出去，设立的第一个教会是哪里的教会？撒玛利亚的教会。那个他们传统看为混血的教会，他们传统不跟他们来往的教会，结果在耶稣基督的名里面，一主一洗一上帝，通通合而为一，通通成为弟兄姐妹。这是第一个阶段，福音传给半个犹太人。那第二个阶段，福音传给外邦人，不过他是信上帝的外邦人。传统和合本把它翻成敬畏上帝的外邦人，这是什么样的人？这些人是外邦人，不信上帝。他们在传统那个多神的崇拜里边，有很多的神，像希腊里面有爱神太阳有太阳神，很多的神。希腊的神明还好一点点，地中海沿岸很多的神明，你要知道，那个时候的女祭司是妓女，男祭司是娈童，在那里行可憎恶的事，去祭拜就等于去妓院。所以这一些在外邦生活的人，他们觉得我一个将军受了这么高水准的教育，我一个诗人受这么高水准的教育，我一个这样老师受这么高水准的教育，你叫我到那个等于是妓女户、妓男户那个地方去崇拜，我拜得下去吗？拜不下去。可这个地方有哪一个地方宗教是他觉得他可以佩服的宗教呢？找一找，地中海沿岸只有一个宗教，独一神论，犹太人所信的上帝，所以他们要加入犹太教。可是当他们加入犹太教，犹太教接纳他们呢？不接纳他们是分开的接纳。我所谓分开的接纳就是说，我们受割礼，你外邦人可以不用受割礼，或者那个不用受是轻看的。我们是比较高等的犹太教的，你是低等的犹太教的。这种更大的分别在哪里？圣殿。你在圣殿进去，第一个是什么？以色列人院，外邦人院。外邦人院是一个什么地方？换银币的地方，买那个献祭的牲畜的地方，人声鼎沸，非常嘈杂，那个地方就是外邦人院。那里面才是以色列人院。以色列人院里面还分妇女人院，然后男人的院，然后进去至圣所。那在以色列人院跟外邦人院的中间还立一个高墙，写上如果有外邦人过了这道墙，犹太人随时可以用石头丢死他。即使他进入犹太教，还是被分别看待。这些人叫做敬畏上帝的外邦人。好，福音书提到一个转折点出来了。彼得有一次在祷告的时候，看到有异象这个你们小时候读主日学都听过异
异象里面有一些他不能吃的东西啊，这些东西有世俗的走兽，有昆虫，天上的飞鸟。彼得说：“主啊，这是我从小被教导不能吃的。”结果这些异象出现3次以后，有声音对他说：“上帝看为清洁的人，不可以看为不清洁。”哎，异象收去以后，他听到有一个百夫长，外邦的犹太教徒，派了他一个仆人来，靠，彼得先生在家吗？什么事情？我是百夫长，一个罗马的一个将军，该萨利亚的一个百夫长，我是他的仆人。这个什么叫百夫长？就管100个人的军队的头，那大概等于我们今天的什么长？连长，差不多就等于连长。这个连长他是敬畏上帝的外邦人，他原本是犹太教徒，敬拜上帝只能到外邦人院，但是上帝给他一个感动，叫他去找彼得来传他真正要传的福音给他。然后他那个门徒，他的仆人就去站在彼得家的门口。你们可能不知道那个犹太人规矩，外邦人很知道犹太人规矩。你站在犹太人家的屋檐下，犹太人这整个家都污秽了。结果你如果好好读圣经，在那段记载里边，彼得邀请他进来，那是违背律法的事情哎。然后他听，因为前面看了异象，所以跟着他到那个百夫长的家，让他们全家受了洗，又在他家住了1夜。这些违背律法的事情呢，你屋檐都不能进，你不能让人进，也不能进人家家呢，你还在他家住了1夜。那耶稣基督的福音就这样进入敬畏上帝的外邦人家。第一个阶段进入半个犹太人，第二个阶段进入犹太教边缘的人，圣殿你是在边缘的人。第3个阶段，我们今天的书进入真正不认识谁是上帝的人，真正不认识上帝到底在哪里的人。今天我们读圣经，我们再来读一遍好吗？我们使徒行传第11章19到11章19到21节，请各位看，我再读一遍啊。那些因死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这些犹太人可能是语言方便的他就一开始都向犹太人讲。20节，请注意看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向谁传？希腊人。那些是不信犹太教的人，那些是在讲形上学的人，那些是完全是外邦人。这一次不止进半个犹太人，半个犹太教的人，也不像犹太边缘的人，是那些完全不明白上帝是谁的人。你注意一件事情第一次传福音向半个犹太人传福音的人是谁？腓利，我们指得出名字嘛？7个初代教会7个执事之一第2个人传的是谁？彼得大使徒第3个向全世界传福音。当然保罗我们知道了，可是最早开始这群人是谁？圣经怎么说？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有没有名字？没有名字原来我们今天从巴黎教会到英国教会到美国教会，从英国长老教会从加拿大教会传到台湾来，一开始竟然是没有名字的传道人开始传。那传到台湾以后，有淡水教会，南部有太平径教会，然后一直传开始有建成教会。原来最开始是一个不记名字的人传下来的。我常常喜欢讲这段历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一开始其实也是无名的传道人开始的，当然有一些是有名的，比方说1865年马雅各医师来。可是你要注意一件事情马雅各医生来，各位都可能主日学教育没有教。我常常在想说，我要好好跟这些主日学写教材的人好好讲，你们好好认识历史。马雅各他当然是先到厦门学耶伦威，因为我们
台湾的话跟像话一样，福建话嘛，南两个福建话嘛，哈，我们这里叫台语。他要过来的时候，英国长老教会派3个人跟着他一起过来。那一个人是当传道人，叫陈子路，儿子的子，路边的路啊，马路的路。这个人当传道人，就马雅各医疗传道，陈子路你每个主日讲道。那第二个叫做黄家志，嘉义的嘉，智慧的智，是这个药剂师，你帮马雅各配药。那第3个叫吴文水，文章的文啊，这个风水的那个水，吴文水。这个人的工作是什么？看礼拜堂，换我们今天的话讲叫工友。英国长老教会就派3个闽南的信徒跟随马雅各来台湾。这3个人，我要稍微提一下，在提一下之前，我提一提1865年，马雅各来到台南，因为他的外科手术引起我们本地的汉人不安。看他的外科手术都奇怪，我们看病都是这样赞美的。绿卡喊，看这了，看病哪有什么在肚子上这样刮来刮去的，受不了啊！就传说他偷人家的内脏啊，那这种话，今天我们当然觉得是废话连篇，可是那个时候真的有人相信呢。那叫马雅各就这样被赶到今天的起后去了。这经过1866，经过1867，经到1868，你们可能都没有受过这一段的教会史的训练。顺便跟你们上教会史。1868年，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受了很大的压迫、逼迫，我们受极重的苦。这个故事怎么开始的？1868年，这是阴历的4月11号。高长高俊明牧师的祖父，有一次他经过凤山一个地方，看到一个女生，这个林便良方便的便良是凉水的凉，一个家庭的妇人，带着包袱准备要离家，带回来引着调下来，他们的那些叔叔伯伯这么兄弟姐妹，他们围着在一起，你怎么可以走？走了，我们这一家的门面到哪去了？还能看吗？我在猜想，当时那个人提着包袱要走，应该是家庭的迫害，那个公公婆婆大概就压迫媳妇大概这个女生在外面跟人家一起洗衣服什么的时候，还有一信的天主教，一说人家天主教那边好待人就像兄弟姐妹一样，你去天主堂，人家还是会，你不要一天到晚被打工作从早做到晚做不停，结果他都保宽宽，我要去天主教堂。那些人说你去天主教堂，我们这面子往那摆，就挡在那个地方。挡的时候就有人比着凤山长老教会说，那个天主教堂就专门用那个符咒水让人喝，喝了以后他就忘了我是谁，去信那个天主教的那个邪教。正好高俊明牧师的祖父高长经过那个地方。卖黑白讲啦，迄是阮长老教会跟天主教会无共，这句话尔白话。他只是说那是长老教会，那不是天主教会，这样就完了。那些反过来包围高长，话变成是高长拿符咒水给这个妇人喝，这个妇人才发狂。那也不是发狂，是他只说要离开那个家，结果高长就跑到那当时的县衙门，那县长还特别升堂，然后说你有没有做这件事情？他说我是个罪人你承认你的罪了，关起来。他说的罪人跟你说的罪不一样拜托，他妈哪有这么没有水准的那个县太爷？结果高长被关了50天，那是4月11号的事情。你知道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一开始，1868年4月12号阴历那一天，我们发生什么事？那些人四处传播谣言，说长老会天主教管幼妇女、杀害小孩，什么话都讲。结果我们的凤山长老教会被拆除，最后一个离开的是吴文水。照顾教会，我有责任在这个地方。看到前面已经拆了，才从后门逃走，赶快去报告宣教师。4月12号，凤山教会被拆。第一批受洗的人陈启，整齐的齐，陈清和
清水的清，和气的和，高长高俊明牧师的祖父陈为，这4个人，当时高长还没有被关，4个人是1866年8月12号受洗的。我跟各位讲，他们找陈琦，陈琦不在，陈琦的妻子跟他的媳妇2个人在街路上被衣服脱掉，在街上凌辱。我第一次读这段记载，我读到掉眼泪。我说把外衣脱掉，在街上凌辱是什么意思？那文献就是这样记载。今天台语聚会的时候，我转过来跟我们的新眼光的负责人，我跟他说，陈为的后代今天在我们台北在新眼光工作，你知道吗？我看他愣在那里，回答不出来。我知道是谁。我们今天传到这个地方，我们是付上多大的代价？陈为的妻子张老娘，甲伊媳妇，互烫衫伫街路凌辱，唔知啥意思。4月24，12号跳到20号，第一个死掉的信徒叫庄庆峰，在左营被人乱拳打死，死的时候把心脏挖出来，拿回去炖中药抵黑菇，把他的尸体放水里，凤山教会的人去帮他收尸，捶胸大哭。这是我们初代教会史。经过这样的事情，我来刚刚回到刚刚3个传道人，3个从闽南陪着马雅各来的人。第一个陈子路，我们来看看陈子路的表现。陈子路在看西街、其后、捧刷、李干都有他传道的足迹。但1868年的苦难彻底把他击溃。然后1869年，另外还有一个基督徒传道人被杀，他不敢站讲台，传道，我们宣教师就停掉他传教士的职位，因为怕他有坏的影响，不怜悯他受了那么大的惊吓。李修牧师娘收他的孩子为养子，培养他到那个孩子念神学院，就是第一个人陈子路。第二个人黄家正，他当马雅各的配药师，后来也在那个其后当那些海关医师的配药师。然后年老的时候，他女儿嫁给一个宣教师教成的一个西药一个西医啊。年老的时候，他女儿跟女婿住在台南，所以年老的时候就终老于台南。那第3个人我讲吴文水，这个进入北投今天凤山教会最后一个离开的吴文水，他来的时候他工作是什么？工友啊，照顾教会礼拜堂的。我看他的资料，早期吸食鸦片的人呢、信耶稣改掉的啊，在公家也几乎就是最低职位，工友那个职位啊。可是这个人当他信了耶稣以后，这个人全然改观。我跟各位提一件事情：甘为林牧师编制点宣教，第一个在台湾办特殊教育的人，这么伟大的一个宣教师，你们可以想象甘为林牧师是认他为属灵的父亲吗？他把吴文水看作他属灵的父亲呢？你们知道吗？吴文水1865年来台湾，他跟宣教英国长老教会打了10年契约，所以1875离开台湾。他离开台湾的时候，甘为林1872年上来，所以他认识甘为林。甘为林认他为属灵父亲，我事要跟你学，你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吴文水就把他的圣经送给甘为林，上面写了2段圣经啊，我念其中一段就好。哥林多后书第1章8到11节。
第一章，哥林多后书第一章8到11节。好，第一章8到11节，我念第8节啊。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生，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上帝。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那第二段写的话是哥林多后书12章第9节，我来念一下。所以我好喜欢这段经节，后书第12章第9节。这段经文也是我个人的经文啊。第9节这样说，他对我说，主耶稣对作者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不夸口我的刚强，我只夸口我的软弱，因为我何时软弱，上帝的恩典就在那个时候显现。我知道他是那两段经文在讲1868年，我们在那样的时候，上帝带领我们出来了。甘为你牧师，你不要怕，往前走。这个人1875年回漳州，1879年过世。我找到一份当年他过世的时候，马雅各医生从英国寄给他的信。他这封信里面这样写他：这个人没什么才干，所受的教育也很有限，也是多年鸦片的吸食者，任职的良差也不是什么好德行所喜爱的，但是他归主，他由衷的悔改，所以上主就以他所有的为主差用，也给他新的装备，让他有一种非常的灵力。这个灵力就是他用他全心为主做工，而且时时刻刻警醒。不仅会内的人喜爱他，就是会外的人都对这位年老的长老的气质都表示尊敬。到1915年，长老教会设教50周年，马雅各再一次写信给南部的教会。他这封信里边这样写：上帝选召我到这个美丽之岛传布福音，是我最大的荣幸。我十分感谢当时上帝赐给我一位可敬爱的同工文哥吴文水。文哥虽还有其他人的帮助，但文哥从头到尾一直跟我们同在，同甘共苦。你想想看，让甘为礼佩服到这种地步，让马雅各佩服到这种地步，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这个人我们今天几乎不知道他的名字，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吗？我们这个教人学派不是一天到晚强调只为上帝的荣耀，不要独出个人吗？我一直祈求，我做学生工作，我跟我的学生跟那些同伴，我跟他们讲一件事情，让我们记得一件事情。有一天，我们不要去当什么彰化基督教医院的董事长，不要去当什么长隆大学的董事长，不要去当什么马偕医院的董事长，以那个为荣。让我们以一件事情为荣，就是我的名字记在天上的生命册上，以此为荣。我们一起祷告。天上父亲，我们感谢你，今天的第一天，你让我们聚集在这个地方，你让我们思想你的话语。天父，这是何等宝贵的时刻！你让这个历史活起来，对我们讲话。求主你帮助我们，当个无名的传道人，在看不见的地方默默为你做工。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